Timex 啊，呢個美國歷久不衰嘅牌子啊，我哋都介紹過好多次。之前介紹好多可能係一啲同 Snoopy 聯成嘅款啦。今次嚟翻個經典啲嘅款式，佢呢個係復刻翻佢60年代 Marlin 嗰個系列嘅款式嚟嘅。咁啊，呢個錶嗱，佢嗰個 case 個殼咧，又唔係普通平常嘅圓形啊、方形嗰啲喎，佢係一個枕形嘅設計嚟嘅。咁啊，你覺得似唔似枕啊？都枕啊，枕地啊，枕地啊，係啦。個樣夠唔夠即係復刻翻嗰個年代嘅款式嘅感覺？咁係有嗰個味道嘅。不過嗱，佢話復刻翻嗰個60年代味道之餘咧，其實我覺得佢都比較有心機嘅。因為咧，嗱你整睇個錶咧，其實好明顯佢嗰個拋光咧係有個對比嘅。因為錶圈呢度明顯地就 high polish 啦，靚啊嘛，靚立立咁樣啦。但係咧睇翻嗰個你話枕形嗰個位置啦，即係個錶耳啊外面呢個殼呢個位咧，其實係垂直拉絲嘅喎。見到好清楚，仔嘅，好大嘅 contrast。係啦，同埋咧都好啱而家個 trend 咧，因為細錶都出興起，但係下戴圓形可能都覺得想有啲新意啊嘛。咁呢個真係立直徑佢係37嘅，37mm，但係咧就有個枕形嘅 design。咁我自己屋企都冇枕形嘅錶，係嘛？係啦，其實係可以諗一諗嘅。咁另外咧精緻嘅，我覺得因為你睇下3點鐘嗰個位置啦，日期窗、星期窗啦，同埋個底咧係透視嘅，透底換翻個日本嘅自動機芯啦。係啦，其實呢一類錶咧，講唔上話有好多特別功能、特別嘅咩賣點。不過呢一類型嘅款咧，戴上去又真係感覺係良好舒適嘅。係咯，求其戴上一襯㗎啦，其實。冇錯，嗱，除咗你而家手上面嗰隻白面啡帶之外咧，其實佢仲有個鋼帶版嘅。其實呢個鋼帶版即係，哇！我覺得又好有70年代、80年代嗰啲款式嘅風格啊。係唔係咁多人中意戴皮帶㗎嘛？係咪？天，我都係戴鋼帶多，講真。係啊，係啦，我嫌自己啲皮帶臭嘅。所以咧，即係如果手汗多啲，好似我咁嘅鋼帶會啱你嘅。咁但係有啲唔係噶嘛，哇，打理得勁企理。係啦，同埋最主要佢嘅賣點係咩啊？平，1000零蚊啫嘛呢啲。日本自動機芯有翻嗰個好舒服嘅感覺俾你，即係所以唔會太要求太多。佢有啲咩特別 function 啊、特別嘅好 outstanding 嘅賣點。或者 Timex 我覺得由細帶到大嘅，即係基本上我哋對呢個 brand 都有信心㗎啦。冇錯，市面上都一直係 popular 嘅。作為日常佩戴嘅手錶，無懈可擊。